说我们客家人如果真正投资下去的话，就是一定要要苦干的，要认真的，对对。因为我们客家人比较有办法吃苦耐劳嘛。养牛的话都大同小异啦，所以你说特别说，我感到骄傲的话，要怎么讲？造就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嘛，不会输人家啦。其实还是要靠自己的学习啊，看一些书啊，也不能偷懒啊，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自己一定要求自己高一点啊。就是养牛是305天不能休息的，全年无休的。伫华东中国的水面乡有一个无马有人地的农庄。一户人家祖孙3代，对无田无地都有田有地，还有一群牛的，可谓就系客家人那片生活像那片饼的精神。农庄的主人按到范基民，头摆做茶米，因为一摆的语言，伫农会的邀请下，开始向嫩牛的工作。贵家人穷下来做，也长地。养牛诶，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我哋去调婚的人呢，嘿，是这个调婚。阿公过来的啊。迄三个是真的，阿公过来。范基民两兄妹略略的还记得，阿公伫日本时代出啲苗啲调婚搬来花莲水面。阿爸喺啲花莲出世，啲几十年代，方式加速，形容嘅发挥客家精神，天天往喺为农村把握。阿爸有到嘅沙皮嘅非常农场嘅历史。因为我哋做几摆戏嘅啊，做3、4摆戏嘅啊，以前戏改片咯，过来当过俩，当过俩片，俩片，俩显示都戏。都係掠片那樣，我掠鐵做親有4甲鐵啦，做親有4甲鐵，但是漸見戲，少較多見戲那樣。一個向牛期係花喺一段時間，天天嚟爭做出來嘅，也係當日叫嫩牛來牛嫩，變牛沙，還會準備飼料餵嫩牛。連續按多 SOP 嘅工作嘗試，看起來簡單又無聊嘅工作，實係范基民用嚟當長嘅一段時間，對實派當中見學來嘅。再加上屋企人窮下天數，爭有根本嘅成果。從范基民嘅阿爸雖然年紀大爺，看到出世嘅牛子，未為順下天數一條當重要嘅細節。像安尼悄悄地講大嫩牛嘅傷亡記錄。親主日啦，親主日啦，4日禮拜了後吼，將新牛年份，掠牛子吼，一出世了後供出來，個下就冇提早見啦。供出來伊都肚臍有冇？肚臍就愛過肉嘅落去，愛燒土。最起碼要吃到2公斤呢，因為這一桶是2公斤嘛。對啊。幫到滿的話。可是你像你那個桶子的話，你要2公斤是幾分滿？大概是一半嘛。有的比較瘦的話，它，如果是有比較瘦的話，你需要多加一點。范基民嘅用心，唔但將表現啲向牛為好，對來聽數嘅實習生，亦還係一時搞幾條課堂上無教嘅經驗知識。老板比较会在意那些有点小细节的地方啊，有些事情是跟书本上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书本上写的东西可能在现场应用的方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对对。他怎么还不会吃呢？不大会吃啊？是啊，他不是没有胃口啊，这个已经很正常了。
你看脖子还那么硬呢。小牛要吃初乳啊，然后吃个差不多1个礼拜，一部分的牛奶就可以当做生乳了。这不会，因为它中间没有牙齿。哦，没有牙齿。它牙齿在旁边啊。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初乳的时候还是要这样喂啊。我们不能给它从母牛那边吸啊。为什么？然后你吸的话，你不是那种吸没有干净的话，那个母牛如果到外面睡的话，会感染到乳房啊。原来树脂係一本牛脂學生嫩嘅時節用嘅，主要嘅目的係同牛脂嘅頭拿表軟，教牛脂帶頭領牛嫩，唔好直接接觸到牛麻，造成其他疾病也係肺炎，影響牛嫩嘅品質。尤其當地嘅純嫩嘅牛麻，做唔得本地唔鬆爽。对啊，因为它是胀奶的话，它会不舒服啊，所以一般榨乳机开的话哦，它就会想要进去榨乳了。啊，有一些牛啊，榨乳的时候榨到睡着了，它眼睛都闭着这样。一片嘅嫩牛，當場係受到專業嘅訓練強用，為自家行到論嫩食，唔會吵，唔會鬧，點知你本人甩好嫩，就會自家離開。人工業嘅時節，千重要嘅工作，就係要確實做到論牛嫩過長嘅槍利。方基面對嘢嘅環節相當要求，因為佢講自家唔知乜嘅專業，唔過食品安全嘅把關，佢做得做會到，沒做得做到當好。我不是讀這個科系的，因為我要養的時候，我有去西部寫了差不多接近1個月啊。去人家牧場那邊寫了1個月。剛開始的時候，那時候機器還沒有裝好的時候，我們是用手洗啊。剛開始做嘅時節個辛苦，要靠手工來攞牛嫩，一下就得用現代化電腦控制設備來取代。按你嘅投資，味道就會愛減少減鹽嘅機會。邊人冬菇都是人100幾萬呢，按下掠種掠台600萬啊。掠下個按掠幾咩通膨來咧，因掠個是做2000幾萬啊，個富力漢白6年都要衝人喺舞台要轉啊，第2擺可以落50隻，哦。啊掠1擺當10隻呢，人人都用辦掠下人嚟自己外國人專門做研究，經過真，你話牛數較多吼，伊都搶救時間，都搶救是嘛，而家要裝嫩啊。裝搶救吼，比較較有毛病嗰種係乳房炎嗰種較多。所以講掠種嘅東西哦，向樣嘅種機器哦，通常真貴。伊講落是啲咧吼，要每行啊就可能掠就乜嘅價值啦。啊，硬是按樣機器嘅條路較實，所以講你掠後生人吼，後生人用板上，然後你條擺個路條路無共用啦。一機嘅做法吼。伊迄上多就嘛較新鮮，將來掠今日掠，伊水門按倒創，伊馬新機器哦，佢都提起來啦。喂，等下，啥問題啊？好，我知，我來處理。方基面啲經營事業項同阿爸喺保守觀念實在差當多，基礎體咁投資設備，對客戶嘅各種要求，佢咪要求必應。甚至連包裝都改變嚟幾下擺。當然，按你客戶至上嘅態度，本經銷商嘅感受，以為當高嘅評價。譬如賣牛嫩，靠廣告打點名圖；方基面賣牛嫩，靠送腳。客戶至上嘅服務，賣嘢就會結婚客家人優良嘅傳統、誠信同落實。我們是剛好有出去有去買到，然後覺得它品質上還不錯，而且它不只是品質上還不錯，然後還有它的包裝還蠻有質感的。其實說實在的，真正的牛奶它其實喝起來就是純跟濃，然後比較單純的原味的香氣，並不會說加一些香料之類的，喝起來會特別的濃，味道會比較的野啦，對。客戶嘅反應同銷售狀況，方基面利用科技來聽數，記錄啲數據嘅項做產品開發嘅參考。其中開發牛嫩做養成春點係傳統酪農當少接觸嘅市場，
尤其对于无嘛晓煮饭的番基民来讲，也是一个当危险的想法。好在佢有一个当会煮食的老妹，做得实现佢心肝肚的想法。你唔會煮啦，你會來了，你會來死啦，煮乜解？誒，嗰個磨來掉位啦，你唔會煮飯啦，你會食飯啦，唔會煮飯啦，你嗰邊燜牛啦，了位餐廳就改老一天數啦，了位牛奶火鍋是嘅感覺一個燜嘅牛嘅濃濃嘅鮮生奶，下去做嘅。老妹係加速地波嘅煮食高手，又解聽書對番基民開發牛奶產品的各種想法，有為限刻多年的發揮。大膽創新的傳點，悄悄地打開番基民經營嘅品牌知名度，因為人客嘅滿意就係親好嘅廣告詞。好吃才會常常來啦。他們那個奶酪有沒有？奶酪也很好奶吃。酪很棒。还有呢？还有它的鮮奶饅頭、鮮奶，它的炸饅头很好吃。这么多好吃哦。牛奶延伸的乳制品啊，然后唯一就是说我们是单一乳源啊，跟一般的西部的工厂不一样啊，他们是就是说把肉笼的牛奶集中，然后再生产鲜乳啊。那我们是单一乳源，单一乳源就是自己饲养的牛，然后挤牛奶自己做加工，而且我们都这短距离啊。当日做，当日宅配出对去。因为你像生菌素的话，它是很快成长嘛，倍数成长的，所以你早上挤完马上做加工的话，几乎生菌素是等于几乎很少，少之又少了啊。那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加工厂在旁边而已啊。因为像我优格就跟日本人合作的啊，他那个社长已经来好几趟了啊，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牛奶跟日本人哈，日本的牛奶蛮相似的，因为他们也是做低温，我们是做低温。對香牛嘅完全唔了解嘅番基民，怎開始係用嘅經營一個農場嘅呢？一片係番基民嘅根，係貴家人唯一嘅希望。在激烈嘅市場競爭之下，佢又會用嘅維持熱天嘅樹葉，本農場生存下去，還做得一步一步發展農場嘅規模呢？等下會有韓客精彩嘅故事。刚开始我阿公19岁的时候从苗栗那边过来的。那时候我爸爸还没出生。对啊对啊。哦，我爸现在已經83歲了呢。番薯加速有一段客家人的花蓮開墾房地嘅故事。頭擺後生生活困苦，番薯加速用松樹同智慧行出7家嘅路，也一些回想起來。看起來當中無乜嘅，沙咗的感受到咬得牙緊硬柄嘅性格。爸是16歲佢都過來，加蘇花公路忙做啊，頭擺初選過來啊，我就是在寶山嘛，新竹嘅寶山啊，所以講我係對呢出世嘅啦，下係好勁嘅頭擺苦啊，頭擺落嚟會客家人同房辛苦。冇天冇人冇人批啊什麼，有人批咩冇個本錢。我早期的時候，我是在北部啊，我是做建築的，這個說來話長啊。在偶然的機會，他從事水電行，然後跟着他老闆，後來他老闆是苗栗人，他是種植茶葉。那早期我阿公來這邊，我們也種很多茶。他們在北部，他那個水電老闆，他們是很大規模的那個種茶製造茶，然後他把那個舊的淘汰的機器給我們，我哥哥當下就回來這邊種茶葉。後來那時候就看到我們有這麼大的一片，就找我哥哥投資，我哥哥下去做這個，是這樣子開始養牛起來的。長悠悠嘅大地方有一棟紅色嘅建築物，帶定異國風味嘅農莊係用心經營嘅成果。當時一片像係好山好水好農田，無好嘅事業。可幾畝田種茶嘅番薯加速，又會開始向嫩牛呢？以前我生意呢，個
各种病也都无出过种嘛，都过时铺去嘛，过时铺去，然后因做迄条哩哩扣扣啊，然后啊都又做水田那款啦。农会种你讲爱向牛，好冇？爱向牛，俺来讲，家己都特别经济无好，啊，己都赚来的啦，大家赚的。以前是赚的，其实做茶，唔做了土哦。做啊，甲几多，甲经济该参照无？跳票该青岛嘛，做啊，变出去了后都再嘛无好啊，收钱了人无好，又卖出去无唔错买2万多，但是村内都先调到。茶叶啦。啊了后都农会讲爱种你讲爱做香牛，又无香了奶牛啊，大家都发现都忙球嘛，伊就强调嗰种系青年贷款，啊嘛。青年贷款是嘛？来这个做得只500万啊，该利息较强，加70几年的嘛，70几年。76年。唔是70几年的，冇嘛。真艰苦啊！哎呀，休完多，伊还讲我休几多10条、20-30条，对嘛？大家休都休做2-3批30，休30条迄款啊个，大家都唔係用机器化，都唔用那个啊错咩？用那个啊错咩？用完个那当用个你切煮菜嗰种系嘛？当然，客家人可以以镰刀割木草来向牛喂，用的是松树；也客向嫩牛用机器切开人力，唔係太難，係為本向牛喂嘅事業，更加有效啲嘅企業化經營，用的是智慧。按呢一概念，本牛喂數量大大增加，是因為為了成本越大，投資風險未越高。范基民勇敢做按呢一風險投資呢？土地不算的話，那時候已經花了1000萬了。76年的時候就花了1000萬的台幣。你知道我們客家人如果真正投資下去的話，就是一定要要苦幹的，要認真的。對對，因為我們客家人比較有辦法吃苦耐勞嘛。那我回來的時候已經30出頭了，30歲左右了。然後我們那時候養的話，我31就已經投資到，土地不算的話，那時候已經花了1000萬了。所以那時候剛開始一定會碰到一些瓶頸啦。也必須去學習，在學習中長大這樣子。因為我們不是畜牧出來的啦，所以有一些牛的疾病啊，什麼突然發生的話，我們都沒有辦法處理。因為那時候交通也不方便啊，資訊也不像現在有大哥大，什麼都很方便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損失啊。人家一頭牛這麼多錢，20萬，然後就沒有辦法救起來的話，當然都會難過嘛。反而當到前買嘅牛喂，冇照顧好就損失太咧。對於范基民來講，唔但淨係生理上嘅損失，冇睇嘅還有同牛喂而也強下嘅情感。嗰時范基民對牛喂嘅照顧完全唔會壓擦。寄託飼料就會ឲ្យ本牛喂是清好清香嘅保守。這個很香嘞，都用怪手壓的啊！我這個一個草可以800到900噸，我們是跟那個農會合作的。用到黏黏嘅保守混合飼料，來點淡淡嘅酒香。日本范基民看做係高級飼料嘅保守，係向牛喂嘅秘密。搭起自家農場種嘅牧草，個混合其他飼料，精密嘅調配比例係農場嘅秘密。也對嫩牛嘅疾病抵抗同成長有當好嘅數據，降低生產牛奶嘅成本，大大提高牛奶嘅產量，係范基民知道前3批嘅技術。那你如果把這高產的把它趕到低產的話，它剛趕過去的時候，它會有一些會欺負它，所以我們要分勤的話，就是說盡量在晚上的時候，就是把它利用晚上的時候把它趕過去。不要說啊，現在大白天把它趕一頭牛到另外一區的話，它可能就會受到別支的那一群牛的話欺負啊。可是它要生的前2個月的時候，我們就會把它再乾乳嘛。所以我們早期的時候就是用手寫的資料嘛，後來用
后来慢慢的用圆盘的那个盘子，305天的大盘子在做记录嘛。后来现在都也是用电脑了啦。这边都是我们的秘鲁牛啊，这一大块是我们的秘鲁牛的泌乳期啊。平均一产的，比如说一产的话，我们统计的话，差不多在8000公斤啊。是以305天下去串的话，那我们平均奶量的话，在差不多8000公斤啊，就是8吨嘛，就是8000瓶嘛，算一胎。像目前我们的秘鲁牛的话，平均差不多在27公斤左右。像我们的高产的话，有到50公斤、40公斤，就是刚生完，然后生完2、3个月的那些牛，一般都在40公斤左右啊，一天哦。东南向上，一条嫩牛因而做得生产1包防母奶重量的牛嫩。当日的乱嫩时，来来回回有几下10条嫩牛的产量，供应全台湾为1万人的消费者。也有全部挖靠人工熟练的技巧，还有末端无延迟的制作工厂，创造的完成当日为1万罐的出货量，也是有关企业稳定成长的关键。方基面对一个非常重视。这部分是末端啊，前端是在那边。那我们的牛奶进来的话，外面我们奶车来，然后到桶子里面做初步的加热，然后再精子，然后再杀菌。我们是有65度低温杀菌啊。那一般高温杀菌的话，它是一般的工厂是用高温杀菌、瞬间杀菌啊。那我们低温的话，它比较耗时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因为客户订多少，我们就是装多少。高温杀菌讲的是用135度高温的前段的时间杀菌。低温杀菌讲的是用65度，它有半点钟的时间杀菌，做得保留完整的营养素，不过较花时间。迄讲出货的时间做唔得妥当，方基面出的天数，也就是客家人的神仙态度。这是冷藏的牛奶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SOP 一定要做好，就是固定的工作，这个都照程序来。所以有时候老板会来看一看，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要出货的，今天要出的啊，然后现在又行销的话，行销又是一门学问啊。所以还好，我早期的时候我有做过鲜奶嘛，做过茶叶嘛哈，所以可能这个找一些客户可能还有一些窍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跑啊，现在我把这个加工的部分给小孩子去管理了。传承是客家人当创业的概念。方基面的奶业接受牧场经营，有无强用的创意。方基面是唔是做得接受后生一代经营牧场的理念？奶业有用的同方基面沟通，是将自家心感度理想的牛奶王冠哦。等下内容很较精彩。祖孙三胎享牛的，做得讲是享牛的家族的客家日。方基面的奶业方巨年，从小田地牛的乡下成长。一下佢们南定长出些无结构的木叶，皮定自家享牛的，也就是客家人的一种传承。不过一下后生人无一天好享牛的。因为人少，规模少，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自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帮上什么忙然后搭配了1、2个员工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只要有员工休假，我都要去洗牛舍特别是寒暑假的下午的时候，我想要跟同学去玩水，去打球，可是就是变成说我都要先洗牛舍然后洗完牛舍之后才可以去玩我自己的时间甚至如果缺工的人比较多的时候，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也是因为什么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养牛的原因。方基面的奶业寒暑时节切唔好嘅洗头，就是洗牛沙。一下一條洗頭，方巨年做到當隔年，因為有安泰嘅轉變，方基面增顯高幫本奶業。
范云燕见来见太爷，伊悄悄地体会到育牛嘅乐趣还有目的。不过后生人嘅想法，范基民无一天做得接受。故所地张开始嘅经营行，两子爷有当多地方意见无共样。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养牛的工作的时候，就是看到报表，成绩是不错，我的牛的走过去看起来，我牛的状况都是水准以上，长得刚刚好，胖瘦适中，然后精神状况都不错的哦，这时候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了。最大的打击就是我刚回来接的时候，第12年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成长。感觉不出来说，我的工厂好像今年跟去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那时候跟爸爸还有稍微有点在斗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都不去开发客户啊，你都不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就是要卖我们先来。可是后来发现说，其实真的是你把东西做好，稳定做得好，不用怕别人不找你。范云燕有后生人嘅视野。可用心学习同明路行手，因啲品质比开发新产品重要很多。不过范基民经营嘅理念係希望开发多元嘅商品，提供人客多元嘅选择。两子也喺经营想法虽然冇共样，不过要做得互相融合，相当难得。这方面的话，我就跟爸爸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了。其实我的倾向是说，我3年5年推出一个产品，稳定的再做一个产品，我不希望说我的工厂变成了一个杂货店哦，我什么都有做，做的不专精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大概牛奶卖了6、7年，我们现在才着手一个叫做cheese yogurt的一个产品，跟日本的北海道一间牧场的合作哦。可是爸爸希望的就是，我们产品要多元化啊，2次加工的乳制品要多啊，要可以在市面上变得说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更高的知名度。可是这方面我就跟爸爸持比较相反的意见因为毕竟我觉得，推出一样产品就是要它成功嘛，总不能说想要推出个10样产品，然后只看哪一样会成功所以这方面就是2方面的话比较有争议但是爸爸基本上因为这边是我在处理，爸爸也是蛮尊重我，就是觉得不要基本上不要做的不好要做的给人家觉得最起码知道说你们是有认真在做，做的像个样子，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味道不错，它的味道喝起来不会很油腻，比较爽口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有都载过出入味全的每一种我们大概都喝过所以这个味道喝起来它都说蛮爽口的，不油腻所以感觉不错。应该是鲜奶中的劳斯莱斯范基民加速唔但唱去创作鲜嫩当中嘅劳斯莱斯，每位成为老农机制作劳斯莱斯品质等级牛嫩嘅模范工厂。不过老口嘅产品会阻挡梦想嘅前进。范基民同赖爷有为共同嘅目标，决心要建造属于范氏家族嘅嫩牛王国。也啲牛嫩機投下一粒震撼彈。目前我盖那一头那个牛栏的话，可以养到360头这个像这个早期的都比较短嘛，短距离机械化比较不方便东部在盖牛舍的话，都建筑物都盖得很好不比西部，西部他们会觉得说平常台风很少嘛，所以他们就盖的话没有那么坚固那因为我们这边刚好台风口嘛，就是在西固兰溪那边上来了嘛，我这边刚好西固兰溪口的地方。那个牛怎么办呢？遇到台风？其实他们会整个集中在一起，然后台风都在吹。真的他们自己会集中在一起。对对，他们都知道台风来。他们知道台风来。厉害。就是因为我们牧场已经到了一个大概20-30年的一个汰换期。建筑物的老旧设备的老旧，所以我们这栋预估是纯粹要养泌乳牛，就是要挤奶的，所以是340只，刚好可以关到全嘛。我们爸爸的理想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5年内有机会的话，可以养到就是1000只的乳牛，500只的泌乳牛，让可以就是
稳定的供应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牛奶或者是公司收购的牛奶这方面。打起来那个钢骨才把它放上去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顾问做一个讨论其实我们当初在采购的时候也是把我们这个 case 丢给那个榨乳机的3、4家国外的厂商，他有意愿要做，因为这属于比较中大型的，所以他也会就是帮你规划然后做一些设计这样。最后我们是给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给他们做，也是因为他们的后勤维护维修上面技术比较好。未来我这个牧场经营方面的话，牧场归牧场，可以达到我未来的理想，就是达到上千头以上。因为我这个牧场有10几甲的话，那周边都是我的土地的话，几乎附近都没有农民在喷洒农药嘛。那我们喝的就是最干净的地下水，花莲是好山好水嘛我希望说我们养乳牛肉农户的话就是说可以把我们最好的牛养得最健康，然后把它的牛奶最新鲜的牛奶供应给我们国人享用。外面的最纯的牛奶，而且他们自己一家是6条嘛，加牛饲牛嘛，所以伊家的牛奶，我们是来吃这牛奶。针对这个牧场其实我跟我爸爸也是有过好几次的冲突，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在观念上就是差在这个地方。可是最后的时候沟通下来，爸爸也是比较认可我的说法我们不用做的比别人大不用账面上比别人漂亮，但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做给他最好一样产品做到最好，我们就是一个专业。方圆年嘅草友们，一项产品做到凊好就是专业。本方居民很靠安心，同农场交本其经营。张做阿爸嘅方圆年，体会做阿爸嘅基因，接受加速企业過後，出體創新發揚，設計想法每位同福客人溝通，很靠唔會填標題，同福客人分享事業上嘅事情。其实爸爸给我很大的空间我想怎么做，大部分爸爸妈妈都是处于支持的态度，所以我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也都很乐意跟我爸爸妈妈分享爸爸很会就事论事，不会为了事情然后发脾气或者是容易起冲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做农业的家庭里面算是很和谐的处理事情上也就是大家都就事论事大家出了意见不会说常常跟小灯生气，或者是说连听都不听这方面的话，倒是我觉得爸爸还是给我蛮大的一个空间，让我自由的发挥我觉得就是品质要顾给他好不要贪小便宜诚信至上，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做得很不错。我们把那一排全部都种了台湾栾树，不是大棵的小棵的我们都种上去了。然后以后小朋友每个人种1棵。我爸的时候就有这个日本时代到现在，因为我们国中这一届国中那一届是有好像17个读师范学校了，我们这一届的就当校长的好几个了。那你们还有一个现在当那个3业的总经副总吧。方居民做得做抬頭家，同小學養成教育有動密切的關係。做乜嘅一件貴手出嚟按到嘅名人咯。养牛的话都大同小异啦，所以你说特别说，我感到骄傲的话，要怎么讲？因为目前的话啦，我们就是说造就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嘛，对吧？这是一定的嘛。然后我的厂越来越大，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多啊，不会输人家啦。愛做就會做到凊好。
做得成为老农家名人，对祖孙三代托嘅百年历史小学就做得了解。范基民嘅阿爸回想起来，心感到咩亲有感触。杜甫我头摆读日本书啦，无读过语啊。水费都头摆日本时代都20块教听，20块教都所有水费用8寸银都是来建读啊。水所敢若水煤哦，水费用都提早都20块教8几年了，都功夫了好甲10多岁的嘛。啊，我都无读毕业啊，我读了4年，都读了5年的啦。头摆苦啊，都无去读书，所以我无毕业证书。都无读中华民国个书啊，读日本书听。我做喺所以美国国民学校。伊头摆我读了太好个人，唔免讲背景个经济无好个人，略个人有法度。伊有个头脑咩无法度去读啊什么？头摆人苦啊。水米贵少係一件百年學校，阿爸讀一片，范基民未讀一片，連來嘅范元年未係一片嘅學生誒。可能因為人數少，先生同優秀，水米貴少頭擺養成不少嘅企業家同教育嘅名人，還有教書。身為教育嘅范基民唔會填標題母教嘅栽培。將來一片用企業嘅名義回饋母教，培養漢卡好嘅下一代。讀書的書童在那一邊呢，我們現在把它擺在那個地方。書童那時候我們沒有，那時候沒有，那時候沒有，沒有，是一個台灣在這邊嘛。對，我記得是在那個地方吧。哎，是不是有一個國父？哎，國父對，把它移到那裡了。亞洲台灣水池有范基民韓式時節嘅回憶。高中結束野草水池，頭擺因為天災有部分嘅景損壞脫咧，因為經費唔拉，做得做嘅有限。范基民今日轉到母教，慢慢行來行去，就係想去了解那一片還做得來聽書。之前這邊還有一棵黃色的，它長了就是橘黃色吧，有一棵玉蘭花橘黃色的，這裡，這已經很早了。之前有好幾棵啦，運動場那邊台風倒了。以前攝影台是在那個運動場那邊。對對。後來可能學生少的時候，再建在這邊了。當年的攝影台功能性相當多，頒獎、演講、傳遞啊，係一種容易嘅舞台。范基民刊登相片，一張一張嘅講當年教研歡樂嘅生活。可能因為安陽嘅養成，將會有見本意嘅范基民，也咪係當到高中來到一片青沙皮嘅地方。我們學校創立於民國前7年，是一所100年學校。那一直以來都有很傑出的校友。當然，在我們學校附近的集鎮牧場，大家耳熟能詳。尤其假日的時候，很多遊客都喜歡義遊。他們的老闆范基民先生也是我們傑出的校友。那今天也非常開心，集鎮牧場的范老闆能夠回來母校義遊。水米貴少高中對有安尼一位傑出的客家教友，比母教付出心力，回饋社會，此道當榮譽。10年樹木，100年樹人，學校嘅樹誒唔知幾多年呢？唔過成就嘅唔單唱係100年嘅社會典範。就讀書的時候就有了。阿公呢？這已經哈，我爸爸的時候就有，這個日本時代到現在。一個設備喺民國30年日本時代設立，有祖孫3代韓式時節嘅記憶。當年打赤腳行路去讀書當平常。平日落到當苦嘅生活，對於范基民來講，實係快樂嘅童年。范基民嘅本養識講過，家本佢冇做過乜嘅艱苦嘅事，連到喺去當到地方參觀其他國家嘅享有嘅技術。退休就到，現在還沒有退休就邊那個出國玩啊，是我的興趣，比較喜歡去西方國家。
因为我们这种，现在体力也够啦。如果坐长途的飞机的话，还 OK， 还可以，现在都10几个小时嘛。对对。那你在像这附近的话，大陆这都2、3个小时就到了啦。可以早一点再去。我出国比较多了，他比较少。他常常也出，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会啦，好像只要可以出去就很好了。你像我这个要装这一套新的炸卤机了，我就出去2次了，去看。炸卤是我在带。因为炸卤很重要。炸卤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人盯着看就对了。很重要，很重要。稍微不注意的话，比较放心啦。你像说有乳王炎或是那个擦的时候，都是要蛮注意的，因为动作啦，要装的动作啊，然后你擦的相关，方法，然后有没有干净？他电脑有时候会判断错误，跟你收起来的话，有时候4个也可能有一个炸的不是很干净。他如果装没有正，有一个有可能也是会乳头折到啊，或者什么哈，那一个就没有挤到。所以挤牛奶的话要很专业啦，就是说很细心就对了啦，不能有杂念。浪农青葱腰嘅关键就啲乱难食，一個地方禁止攞杯人落來，一方面會受人類嘅氣結核感染到牛胃，另外一方面牛胃咪當胃本人好多，對存能嘅量還有品質會有動態嘅影響。故所請心思動搖，做事情本人信任嘅范太太來干一項石頭，從那些出教本方機面還有賴嘢去做。可以啊，还 OK 了，他们2个那个是还蛮搭的啦，可以沟通，嘿。对啊，我也不会很坚持，他也不会很坚持说一定要，可以沟通，他还是会接受我们，爸爸跟我上面，我就是喜欢买设备，我觉得只要设备可以替我做的，我都不要请人，我都要想要给设备机器来做事就好。以前爸爸很反对这样子的做法，觉得赚的钱都花在买设备上面。可是慢慢的，我们在这个牧场想要扩大经营的时候，发现这个设备其实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休息时间，不会再是365天，天天都是在辛苦工作，然后连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都没有了。儿子的想法比较新，这个是比较老所以儿子比较会买设备的东西，年轻人比较不想回来了。你如果有机会，他们也是会回来。你像我这边的也都是当地的，年轻人比较好沟通，老的要比较会坚持自己的做法。他们那个饲料厂就要检验。无毒农业现在县府这个无毒农业，他们会定期来抽验他会拿你的油，然后牛奶在抽验其实牛奶是一般我们都自己有在验无土农业係水面農會輔導嘅重要指標。范基民對無土標準嘅作業嘗試執行到相當徹底，品質得到當到優良獎。前段嚴嘅管控，後段由賴嘢范原因詳細評管，連運送市場咪愛精準到位。講到賴嘢嘅能力，范基民嘅面孔看得到驕傲。
因为他这种年纪的话，他至少还不到30，他有办法接有这个牧产跟加工的话，我是觉得还很满意。那我是尽量提醒他，就是说客户至上嘛，所以有一些客户的要求，我们尽量达到他的要求。有传统客家朴素的性格，带动农家人老实的笑容。做生意又有明快的商业手法，一个家畜当贴片。番基民靠向牛胃江中有主，靠牛嫩回馈社会，一代传承一代。虽然有祖先开垦的痕迹，客家精神的烙印。一个家畜无忘本，这道题是讲时光倒转到100年前。人会看到客家人的祖先同自家共用，以奉天热出100年後嘅希望。